对87年兴建高达占地4公顷的玉井运动公园，因为环境老旧，步道有树木串根破损，加上落雨就严重积水，草坪个一窟一窟，相当危险。其中委托会同多发公务等单位展览会刊，宣布伫中央补助加上持股省，第一期将投入5500万来做景观改造。同时，多发局嘛伫当地办说明会，邀请里长甲侪乡亲来表达意见，互地方了解未来者将活化成为休闲、市集等多元利用的环境，场面相当热烈。我们的活动赞不赞？谢谢。罗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过去也曾经在这个地方把公园设置好，但是已经时隔蛮久了，20多年了所以说有一些设施，还有基础设施，还有游乐设施，还有能够亲子共有的一些设施，都有需要补强、加强、整修的地方。因此呢，我们特别请都发局来努力来把这个部分做好这个也谢谢议会的关心，还有谢谢立委的关心，那也谢谢我们许多各位里长们还有许多民众大家的一个共同关心，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如期如职的完工，然后提供一个预警，还有山区的民众最好的休息的地方。市民局这主题议员周义奇7当前回乡，相当感慨，当地连一个亲子公园拢无，所以当选以后就积极争取，希望透过3期工程，一步一步将这改造成又一个特色公园。一起回来我们这里乡下打拼的时候，我就想，咱一个玉井区这大区，为什么咱家所有的资源，甲以早我伫北部，甚至讲伫市内会差遐济。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体育公园如果可以改造成特色公园，未来除了在我们地方可以做一个就是观光景点之外，我们这些年轻人出外打拼的年轻人回来家带囡仔的时阵佫会当来家佚佗所以这是咱的第1期的工程这经过咱嘛是区长咱的区公所所认真合调甲咱的设计。该景观改造工程由市府跨多发、公务、民政甲体育等局处，预计3月动工，今年底完成，毛乡亲拢相当期待。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